台北网甲公园明年要改建，家友是要安怎来安置咧？台北市政府调查发现讲有7成的家友拢是外县市来的，所以望讲中央甲各县市会当做伙来解决这个问题。为着要促进观光，台北的网甲公园明年要改建，拍算2026年完工。家友安置的议题嘛引起讨论。根据台北市府的调查发现，这家友有7成来自外县市，呼吁中央爱整合各县市来解决。卫福部是回应讲，已经有找地方政府斗阵来想办法，看要安怎协助家友登去因原地生活的县市。街友安置的部分，那卫福部有持续跟地方政府还有民间团体来进行相关的讨论，来了解街友的需求，跟请地方政府来规划因应的方案。我们目前的修法草案也已经取消了人机合一，那放宽工作收入的一个规定等等，那希望可以提供街友友善的一个福利申请的一个措施。长期有在协助安置家友的民间团体表示，根据因的调查，台北的家友会聚集在台北车头网甲公园的原因，除了交通方便，台北的社会福利较好，然后经济活动较济，所以家友较有法度找到石头。不过民团嘛指出，多数家友无愿意入去公家单位的大型收容中心，原因包括无爱甲青云人去做伙，各有生活规定上严格等等。民团表示，这些拢是市府在思考安置问题的时阵爱考虑的。如果说这个收容据点，它相对是会让它不管是到哪里都要花比较多的时间，甚至是车钱的这样的通勤成本的话，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大，他们会觉得，宁可不要进去，可能以方便为原则。那另外不太愿意进到收容处所，还有包括像有的人其实就是不太想跟一群陌生人一起共居。王超心协会表示，虽然台北市社会局有讲要增加民团协助安置的补助，不过像因20月成为一年就要开400多万，民间的人力含经费拢真正力，政府的资源才占2成多，帮助是真有限。民团也是希望中央地方设立专案，连续就近提供理想的安置空间，才有法度收容60-70位的网甲家友。记者卢尚祖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